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第30章37节到43节，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赞美。圣经怎么教导基督徒面对困境、面对撒旦的攻击、面对恶势力呢？最近因为台湾在2024年的1月要总统大选，目前呢，关于台湾的防卫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、主张。最大的差别就是有人主张说台湾不能有军备，不然会刺激中国。另外就是目前台湾所在进行的，我们就是朝向跟美国为首的区域联盟、第一岛链的防堵策略等等的。那么哪一个是比较切实际的？哪一个才能保持台湾的安全？甚至是合乎于圣经的教导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用政治支持哪一个政党来讨论这个，我们要从圣经的立场来看政治。圣经当中时常提到说，上帝是光，世界是黑暗的；基督是光，那基督徒也应当要成为世界之光。那么光明跟黑暗之间其实就是一个战争，因为光出现，暗就不见了，这是灭掉了。属于光明的基督徒需要预备吗？我们就从耶稣基督的比喻，他曾经以10个童女来论。他说10个当中呢，有5个有准备的，那么他们就是有聪明智慧的；另外那5个没有预备的，就是愚昧的。就从这样的一个论点来看，其实耶稣基督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必须要有所预备，而且要有万全的预备，免得新郎来了，我们完全没有预备，就会被主来拒绝。所以因为主告诉我们，人子来就要像盗贼一样，不会通知的啦。所以呢，就圣经的立场来看，基督徒的生命有万全的准备是必须要的。昨天我们谈到雅各跟他舅舅拉班的这个事情啊，那他有用智慧嘛，所以在第三个我们说第3个事件，或说第3个战略当中，雅各他是运用了上帝所给他的智慧。这智慧是上帝已经预备给他的雅各的，因此他可以非常从容的与他的舅舅拉班来谈判。根据圣经创世纪第30章37节到43节的经文，这样告诉我们：雅各取了些白杨树、杏树和梧桐树的嫩枝，剥掉了一部分的树皮，使树枝露出白色的斑纹。他把这种树枝插在羊群前面，羊喝水的水槽里，因为他们来喝水的时候交配。羊在这种树枝前交配，便生下了有纹、有斑、有点的小羊。雅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，使他们对着那班那个有条纹黑色的羊。雅各用这种方
法增加了自己的羊，并且把自己的羊群和拉班的羊群给分开来。健壮的羊交配的时候，雅各就把那种树枝插在他们前面的水里面，他们就在那些树枝之间来交配。但是当瘦弱的羊交配的时候，他就不插那种树枝。不久，瘦弱的羊都归拉班，健壮的羊都归雅各。这样，雅各就越来越富有，有许多的羊群、奴隶、骆驼和驴。上帝给了雅各有这个长子的名分跟赐福，所以在伯特利的地方呢，上帝也向他显现。不但这样子，上帝还应许雅各说，要与他同在，无论他去哪里，上帝都要保护他，赐福他。这是上帝为他所预备的保守的恩典。也因为上帝应许要保守他，就如同大卫王小时候，他在面对这个歌利亚的时候这样子说。曾经记载，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，必像狮子和熊一样。”大卫又说：“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”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卷17章是34节到37节。上帝让大卫在平常雇养的生活上面做了万全的准备。当他在需要的时候，就让他代表以色列人去面对强敌非利士以及击打歌利亚。战备真的很重要，不备战就会被恶霸国家给欺负，像俄罗斯欺负乌克兰一样。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，以色列人军队呢总是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戒以及备战的状态。据了解，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呢是全世界部署最多而且密度最高的国家。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更明确地指出，他这样说：最后你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，你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武装，好使你们站稳，来抵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与天界的邪灵，这就是黑暗世代的执政者、掌权者，和宇宙之间邪恶的势力作战。因此你们要以上帝所赐的武器装备自己，好在险恶的日子里能够抵抗敌人的攻击，战斗到底，始终守住阵地。所以你们要准备好，以真理做腰带，以正义做护胸甲，
以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子穿上，要常常拿着信心的盾牌，好使你们能够抵御那邪恶者射出的一切火箭。你们要以救恩做头盔，以上帝的话做圣灵所赐的宝剑。你们要在祷告当中祈求上帝的帮助，常常随从圣灵的带领祷告，要事事警醒，不可放松，更要不断的为信徒祷告。就如同以弗所6章13节到18节所说的，基督徒不但要备战，更是要有整合的战备，整全的战备。以色列国家不但是拥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飞弹，他们更自行研发了一套天穹的飞弹防卫系统，以确保在敌人环绕的情况之下，能够有个安全的国防。其实这正是耶稣基督以及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在信仰的生命上面，我们必须要有完全的准备，要有全备的军装，才能胜过，才能抵御那个撒旦的攻击。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，全世界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要肃然起敬，从日出到日落之地，人都因你的作为欢呼。你看顾大地，降淋雨滋润，你使大地肥沃丰收，你所赐的河流充满了水，你使大地不断的生产五谷，你使耕地雨水充足，以水润泽土地，你降细雨使土地松软，叫幼嫩的农作物生长。你赐福使年岁丰收，你足迹所及百物富饶。牧场上面牛羊成群，山岭间欢声载道，牛羊满山遍野，谷物满坑满谷，万象欢呼高赞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在信仰上，在生活上面都能有整全的军备，让我们能够面对恶势力的时候，在强敌环绕之下，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。谦卑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